大家平安。顶礼拜我有讲过，我讲到安尼吐者吼，恁逐个尾啊，逐个拢甲我讲无。其实我嘛知影有，因为上要紧的结论，我有创一个 PowerPoint， 我完全袂记的，到要转去才想到，所以吼，我今仔日补顶礼拜的，这是我上尾啊要讲的一句话，我嘛袂记得伫倒位看到，像英语写的啦吼。锲而不舍，迄个锲毋是只是锲啦，锲是迄个，要啷一字金字旁，搁一个客团结的客。锲而不舍，永不放弃，是生命中最高的成就。Keep on keeping on, never giving up in life,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achievement. 我顶礼拜咧讲行路，迄是爱需要真久的时间，爱有安尼。我英文讲 perseverance， 迄个爱有迄个坚持落去吼。即句是顶礼拜的结论，真歹势。我要转去我就想到啊，真歹势吼。好，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神，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搁一摆随风风雨，还顾阮来到伫你面前，三甲敬拜你。感谢你，互阮即款机会，愿阮对今仔日圣经的话。你的教示，互阮搁一摆知影你是听阮，伫你的内面，阮会得到你的恩典，得到你接纳。祈祷奉耶稣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的圣经是对路加18章35、19章第10节吼。这两章吼，头啊35节吼，讲近耶利哥的事吼，咱拄仔有读了，讲耶稣近耶利哥的事吼。第19章的第1节写讲耶稣入耶利哥的事，这两节吼无应该分开啦。我的意思是安尼啦。路加写这个吼，应该是隆重，一节是。近耶利哥的事，搁一节是入耶利哥的事，所以即个代志拢发生，两项代志拢发生伫耶利哥的中间。哪会对中甲切做两过？我是毋知。圣经吼，以前的人写圣经是拢规个安尼直直写落，因无分章节啦。分章节吼是到第13世纪吼，英国的迄个一个 Archbishop Stephen Langton 即个人。伊则将圣经分章来分啦吼，啊，咱即摆看第几节，迄是迄个第13世纪以后搁300年，差不多也是第15世纪、16世纪才有迄落物件。圣经分章分节是真好诶代志，你要找较好找。总是我一直感觉讲，这两站吼应该做伙嘛。一个近耶利哥，一个入耶利哥，啊，你著甲摆做伙就好啊。撒迦的故事吼，敢若路加有，那迄个青梅吼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拢有。这路加吼，将18章35节到19章第10节摆做伙吼，我相信伊有意思伫内底。我较顶下才来分享迄个意思，你听吼。18章甲19章吼，我拄仔讲是同一项代志，但伫这两章18章刷到19章10节的中间，耶稣拄着两个人，一个是青梅，或者巴底麦，路加无讲伊的名。马可有讲伊的名，因为讲的拢共款，连迄个嘛是伫耶利哥，啊，搁一个吼，啊，马可甲马太伫讲耶稣医好青梅人，拢讲耶稣要离开耶路撒冷的事。路加写讲是耶稣要入去耶利哥的事。马太甲马可拢讲是耶稣要离开耶利哥的事，才拄着即个巴底麦。路加讲是要入去，这我想是
这是写的人，因可能记了毋对，还是我真正想讲，对遮搁较看到儒家是超工安排的。我较定才搁讲即项代志。但我拄仔讲马克伫第10章第46节以下讲巴底麦代志。马克吼写着较精彩，我读互咱听吼，这用新译的台湾话，迄个圣经翻了真白的台湾话吼。这是马可第10章第46节。耶稣甲伊的门徒来到耶利哥，因甲一大群人要对耶利哥出去的时，有一个失明的乞食巴底麦，闭麦的囝巴底麦坐伫路边。伊听讲拿撒勒人耶稣对遐过，就喊台北的囝耶稣入明我。真侪人甲伊责备，叫伊点点。毋过伊愈大声喊，台北的囝入明我。耶稣停骹讲，叫伊来，因就去叫迄个盲人，甲伊讲安心起来，伊咧叫你。盲人就将外衫脱掉，跳起来来到耶稣遐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爱我，甲你做甚物？盲人应讲：涅婆尼，我爱搁看见。耶稣甲伊讲：你转去，你的信心，互你得到医好。盲人随时搁会看见，就归路对耶稣。这甲咱拄仔儒家说，总是马可有讲较清楚，儒家无讲甲遮详细。我要爱对这两个人吼，这两个人到底对咱有甚物启示哦？咱但先来看这个青面人巴底麦，伊这个故事，我想咱伫主流咱大家拢听过。伊伫遐画讲叫耶稣怜悯，大家叫伊较点的，伊不管，伊就直直画。我感觉对巴底麦咱会当学不遮侪物件。头一项，伊相信耶稣会医治伊。伊目睭无看，伊无可能看到耶稣医好病人。毋过伊一定捌听人讲，马可吼第8章22节，就是我拄仔所读互恁啊第10章，第8章22节，换哪有讲耶稣医好一个病人？是毋是共迄个所在，还是人传来传去？巴底麦有听到的款，伊知影耶稣有法度通伊的，互伊青面搁看见，总是要去倒找耶稣。耶稣伊当时会拄着耶稣。伊听当拢爱靠别人，拢无看到，要安怎去找着耶稣？总是迄日伊伫遐坐时，人足多，伊问讲是甚物代志？人甲伊讲，拿撒勒人耶稣要来，伊就听着讲拿撒勒人耶稣要来，这是伊唯一的机会呢。后摆当时才有拄着，还无人知啊，所以圣经讲伊大声喊。大声喊到偌大声，我毋知，一定真大声，喊到人叫伊较点的啦，吼，大家叫伊较点的，伊毋点，搁较大声喊，因为这是伊的机会，这个机会若去互走去，伊当时要去拄着耶稣。我会记得我伫主流的时候，阮爸捌讲互因听，讲这是日本人讲的啊，讲日本人讲啥物叫做机会？讲机会就是吼，有一只动物吼。伊头前有毛啊，后壁身躯吼是骨溜瘦啦，你抓袂牢。伊讲即只动物或者机会若来走来你的头前的时候，你看伊要来的时都爱准备。伊若来的时候，你对毛甲扭咧吼，就许伊抓着。你若看伊来吼，扭无着，也是无去甲扭，过去吼，伊后壁遐你抓袂着。你绝迄就走去啊！伊讲迄做机会啦。我捌伫平明敏教授的册内底看到平明敏嘛讲这样代志。机会要来哦，你看要来啊，你爱伸手去抓。你若抓无着，你就无啊。
对巴底麦来讲，这是伊唯一的机会。当时要搁拄着耶稣，当时耶稣会搁对遮来，所以伊大声话，啊，大家叫伊点点，伊就毋点。人遐尼济，耶稣可能也有听到伊在话，也有听到人叫伊较点的，耶稣停落来。伊遐尼无用哦，伊听到安尼，伊停落来，问讲啥物人？人家有咧青名咧话，叫伊来。路加拢无讲安那，伊就来追问耶稣。马可讲甲真搁较详细，边仔的人甲听着讲耶稣叫伊来哦，甲伊讲安你的心啦，伊咧找你啊啦。即句话吼是足看轻的话，敢是？你看，咱来用较简单的台湾讲吼，台湾话就是叫讲，莫改啊啦，伊要找你啊啦，莫搁安尼直改啦，敢毋是安尼？巴底麦无咧管这个代志，马可讲伊外衫脱掉，跳起来，赶紧要去找耶稣。伊穿偌济衫咱毋知啦，青面人佫去食到偌济衫人穿。伊迄领衫脱起来了，伊可能是脱目体啊。啊，我咧准备这时，我咧想讲，这青面目睭无看用来袂歹呢。人安怎看你，你拢毋知呢？我脱目体，恁逐个拢有看的，我家己也无看啊。我要紧要找耶稣，较要紧啊。伊想讲耶稣要爱我去吼，我若搁带迄领衫，搁带往哪穿哦，目睭无看，搁带舞吼，舞一个耶稣叫走去要安怎？这马可写讲，伊将衫澹掉，毋是无理由呢。有真济牧师讲到遮个是讲，你若要找耶稣，就要放下你的所有一切，这真好啦。毋过我想是，伊惊耶稣叫走，我想伊是惊耶稣叫走，叫伊去，伊紧去。甲伊到耶稣遐，耶稣问伊讲：你爱我，甲你创啥？因为咱咧祈祷上帝的时候，咱甲上帝祈祷，有时咱真正毋知影咱到底你是爱啥，咱袂晓讲。马可吼有一个真趣味的所在，马可路加嘛有讲，耶稣问巴底麦讲：你爱我，甲你创啥？马可，你若去看马可第10章对35节到45节，对即章，即个巴底麦故事的头前迄章，你若去看，迄章马可记哦，两个学生约翰甲雅各两个去找耶稣。甲耶稣讲，先生，阮有代志要拜托你哦，拜托你甲阮食。耶稣甲伊问讲：恁爱我，甲你创啥？即句话甲巴底麦共款。问讲：你爱我，恁爱我，甲你两个兄弟啊，恁爱我，甲恁创啥？因爱耶稣创啥？恁知啊？后摆你的国来，一个还坐正边，一个还坐倒边。列位，你耶稣迄个问题。对伊的学生问，伊的学生的应答是：我一个坐大边，一个坐倒边。我对遐开始要享受啊。巴底麦咧，伊知影伊爱啥，伊的人生会转变。伊若目睭会当看见，剩的拢无共款啊。坐大位对伊来讲无要紧啊，因为即个人青眉，伊知影伊需要啥。迄两个是耶稣的学生呢，讲起来真见笑，敢毋是？因耶稣尾也甲迄两个学生的用，耶稣问讲：我所受的洗，恁会受袂？耶稣差不多是甲伊讲：恁咧求啥？恁毋知啦。我伫要互掠顶十字架，恁还阁伫遐想讲我会当坐偌位啊？耶稣差不多是安尼咧，恁毋知影，恁咧。你想要爱即个物件，真正，啥物是上要紧的？巴底麦知影啥物是上要紧的？上尾啊，第43节，伊得到以后了后，路加讲，伊目睭看见，
伊对耶稣。马可嘛安尼讲，目睭看去了，伊对耶稣，对耶稣去对。你若去看马可第10章，我拄仔读了吼，马可第11章开始，耶稣入耶路撒冷城，迄个受难周的开始，搁落去迄个拜五耶稣从顶入去嘅。你想巴底麦对耶稣，你对你倒会晓？我相信，迄个受难周所发生的代志，伊拢有看到。甚至耶稣过来了，伊有看到啊无？我毋知啦，圣经拢无讲啦。总是伊对耶稣呢。巴底麦，伊的人生拄着耶稣，伊对耶稣哀求，耶稣怜悯伊，互伊目睭看见。伊的人生改变。我伫主日学的时候，学一条歌，一首圣诗489首。这首圣诗我做牧师做30-40年哦，我毋捌听人伫教会唱，主日学有唱，我毋捌听人伫教会唱。我本来想要家己唱互恁听吼，阮某惊恁受苦啦，所以讲伊去找一个吼，台湾教会。长老教会有录出来，有人唱。咱做伙来听，这是吼，这个歌词是吼，一个查某人叫做 Etta Campbell， 伊对巴底麦的立场讲这个话。所以恁听的时候，拜托听音乐以外，咱会当注意读遐个话吼。啊，若到差不多第3节，恁若迄调啊小可知影，咱若要做伙唱，咱来做伙吟2节啊，是好无？咱第1节甲第2节，咱逐面听这首圣诗足可惜，我毋捌听着人唱，啊，我是伫主日学的时学的，吼，咱即摆来做伙听。首，声思正人话愧罪告。相思情郎的家。
无了，这是我牧会40年来头一摆听会长唱这首诗。我迄时阵是主日落囡仔的时候的人。但咱来看耶稣入去耶利哥了，拄着另外一个人撒该，咱逐个听这个讲，耶撒该，阮对细汉时阵，伊人真矮，人叫耶撒该。路加讲吼，伊是耶利哥抽象的头人。抽象的头人，若换咱今仔日的话来讲，就是专门库伯吼，税务课征处的处长啊。伊个抽税拢伊咧管的。罗马人吼真敖，迄比国民党更较厉害。因用犹太人去剥削犹太人，因要抽税吼，叫一寡人来有趣味的人拢来，互恁标。即个耶利哥城，你一月你要偌要标要纳偌济？啊，咱过来的人来标。我讲一个数目单，罗马政府当然摕上悬迄个，过去吼，譬如讲我标着，过去吼，恁兜的税单拢我家己会使甲你开，有理无理不管，我甲你开落，你就怪我摕出来，你若无摕出来，我叫罗马兵来找你，安尼。所以即个抽象的，做迄个伫抽税者，就咧顾人玩啦吼。迄抽象的迄头人，搁较顾人玩。即个人，撒该人搁矮，伊听着讲耶稣要来，撒该照历史家讲，耶利哥即个城是迄个时阵经济袂歹的所在。因遐出真济迄落，因遐种真济，出真济香料啦。所以撒该真好业，伊替罗马政府爱扣税互罗马政府，总是伊的同胞足找伊的。但伊耶稣来吼，来到耶利哥，大家拢要看耶稣。撒该吼嘛想要去甲人看。总是人矮矮，人矮吼，老实讲，你若较有人缘的，人会互你过，伊就顾人缘，无人要互伊过，伊就看袂着。伊看到一丛树啊，圣经讲伊从爬去树仔顶。老实讲哦，你毋知会想袂，一个税务课征处的处长吼，爬去树仔顶，咱台湾嘛有一个市长爬树仔，恁会记无？恁会记迄个爬树仔？囡仔爬树仔真趣味哦。大人爬树仔，毋是咧讲，搁爬树仔，你是要创啥？看一个目光呢？你是咧安怎？你有安尼想无？咱来真配合伊呢。若准你是伊时，你敢？有影真正要爬去树仔顶看耶稣，对无？总是吼，咱配合伊的勇气啦。总是伊有钱，无人缘。无偌久以前，台湾有一个牧师写一本册，我无读啦，总是迄个名足吸引我的。听伊讲阿扁因囝要去看阿扁的时候，摕即本去互伊读啊。讲穷道只剩下钱，恁知影即本册无？人在世间吼，足好嘢拢无人缘吼，真正剩甲剩钱尔呢。你想撒该人搁矮吼，阮对主日学就拢讲是矮啊撒该，拢矮啊撒该。阮细汉的时，嘛捌听着人伫骂迄个经体矮的人讲。矮人高兴，恁捌听无？吼，阮念讲矮人若无高兴，世界袂太平。安尼伫遐念这，伊一定是拢讽刺。耶稣看会出来伊的困境，伊都爱爬去树仔顶才看伊会着。耶稣去亲过伊，叫伊讲：你落来，我沿暗要去大林岛。撒该真欢喜，带耶稣去伊的厝。伊当然办道请耶稣。路加甲咱讲，伊伫
甲耶稣讲啥我毋知。讲了，伊甲耶稣讲，我吼真正是外国试错啦。对即马起吼，我的财产一半要互送用人，搁一半吼，我若有甲人骗吼，一箍还人4箍，大改变。因为咱拄仔看巴蒂麦，伊互耶稣家帮衬，伊的人生改变。撒该甲耶稣做伙，伊的人生嘛改变。路加讲，耶稣决定要去撒该的厝的时，边仔有一寡人要互念，伊要去罪人的厝，耶稣不管。因为咱咧读圣经的时候，感觉耶稣就甲伊祈祷啊，无遐尼简单呢。咱偌济人要做啥物代志，拢足惊人讲的，是毋是？咱拢足惊人讲。耶稣毋惊人讲，伊知影伊咧创啥。人讲的迄是因的代志，咱要安怎做是咱的代志，甲伊无关系。撒该伫遐改变。我讲吼，这路加吼，因为我拄仔有讲，两本福音书拢写耶稣要离开伊耶利哥的时，才拄着迄个青梅。路加写讲，伊是要入去耶利哥的时，这毋免伫遮为着这伫遮咧辩解啦。总是路加吼，路加毋捌拄着耶稣。伊所有的资料，关于耶稣的资料，拢总摕来，拢总对别人听的。我甚至感觉哦，我讲过来摆，我甚至感觉，迄个路加有去甲玛利亚讲话，因为路加福音段哦，圣诞节迄玛利亚天使安怎来找伊，敢若路加有尔呢，别人拢无。迄款代志吼，做老母的才记会牢啦。迄款代志做老母的才记会牢。伊伫遮吼，将巴底麦甲撒该，我相信伊是条工家摆做伙。我相信伊是条工家摆。即两个人吼，一个七家，一个好野人，总是因拢总对上帝目睭看，因拢总需要帮衬。对上帝目睭看，两个拢是去食。我吼无意中去看到一个迄个英语的囡仔歌，趣味啦吼。我会当说明我即马要讲的，迄个看到，我有甲翻做台湾话啦吼，听狗仔在吠啦吼，去食来啊吼，搁去有诶穿破衫，有诶摕破碗 ，tag 是破诶物件啦吼。有诶穿破衫，有诶摕破碗，有人吼是穿水衫，互人看。belt 就是迄个絨仔诶衫吼 ，belt 会甲吼穿水衫好掠人毋知安尼。即首诗就是讲啥？无论送用人，无论好掠人，拢共款是去食。对人诶目睭看，巴底麦是穿破衫，搁摕破碗。撒该咧，撒该是穿水衫互人看，总是事实，伊的心灵是破。因来耶稣遐，拄着耶稣，两个的生涯拢总改变。我定定甲恁讲，我即摆安尼起来吼 ，internet 学白看吼，差不多10年外前，我读到 Philip Yancey 的一个 blog， 伊的 blog 吼，伊写讲伊一年，我袂记得倒一年啊，伊的迄个国外这时，伊互人请去Colorado 是讲 Columbine 头一摆的迄个校园拍情，已经恁会记迄个代志袂？不知早以前的代志吼，伊互人请去遐，伊讲伫遐有一个日本人吼，摕一个碗送迄个学校的校长，
迄和日本的物件啦。啊，我读了吼，足感动诶。伫准备即个讲道诶时，我去想着这，我去Google去找吼，迄个物件我摕出来，咱大家看。迄个号做吼，迄个号做轻主义。轻主义吼是中文翻做经济啦。伊是吼，迄是讲是15世纪就有诶物件。迄碗一个一个吼，你看拢有痕吼。迄痕是迄个碗捌讲破，碗破去，破诶碗人拢摕去倒，拢摕本所当。总是对15世纪诶日本人真有心吼，伊将遐破片拢捡咧吼，啊温好甲卤咧吼，啊再用胶甲黏做伙，啊了后再用金粉甲擦。迄一地拢卖美金几600箍诶，拢是古董，佫是足早破去诶，无人要伫啊，干那要转着本所当诶，无人爱诶物件，有心诶人甲捡来吼，一块一块甲倒互我，甲黏互我，啊再佫用金粉甲擦过，迄块碗吼会当佫底汤，袂流水。因为用加凉的，袂流水，变做艺术品。我想到雪街甲巴迪麦，因的人生实在是无茫茫啊。因拄着耶稣，一个是知影伊的机会，掠机会去找耶稣；一个是耶稣来找伊。这头一个 case 吼，我毋知影号做啥。伫宣教学有一句话吼，我有放伫遮，不只长的言语啦。Focus the theology of the Zacchaeus， 我翻做撒该人的救赎论。Soteriology 就是救赎论，耶稣基督教，迄是神学家咧讲的物件啦，迄袂要紧啦。是拯救的意思啦，拯救世界的方法啦，拯救世界的方法是什么方法？耶稣去找世界，巴底麦是伫遐话讲伊有需要，耶稣去找伊，耶稣叫伊来，啊伊来，世界伊无伊敢若伫树仔顶，耶稣行去到树仔骹去。所以，这个宣教的迄个，我伫讲这个宣教的理论，就是什么意思？你知？意思就是讲，咱教会，咱做基督徒，当人有需要得花的时，咱爱去帮衬，这当然。总是咱毋通袂记得，看到有需要的人，咱爱家己像耶稣去找世界安尼去找耶稣，因为这是我今仔日。这两个人敢若两样，对个人来讲，我要用一节圣经节，这是苦劝咱都爱亲像巴底麦，以赛亚第55章第6节，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，伫伊三军的时求叫伊，这就是巴底麦，敢是？我拄好讲，迄是伊的机会。当时个佫拄着耶稣无人知，伊迄个时间，伊求伊得着。啊，咱有问题，检查毋敢讲，耶稣往哪会来找咱？今仔日路加第19章第10节，当人咧讲耶稣去撒该因兜，你哪会去迄落人的厝？耶稣不管，世界改变了，耶稣讲啥？人子到是要找失落的人来救伊。感谢上帝，这是咱的上帝，这是咱的耶稣，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，感谢你，阮对这个阮已经真熟的两个故事。搁一摆看见你对阮的听，你的恩典，
你补满阮的欠缺，伫阮需要的时，你帮助阮，医治阮；伫阮毋知要安怎求的时，你来亲近阮。求你来帮助阮，互阮每一个人做你的学生，做你的囝儿，会晓学你的模样。愿阮的教会也会当成做耶稣基督的教会，伫阮周围需要阮帮助、需要阮听、需要阮怜悯的人，帮助阮做光做盐，来帮助人，荣光你的名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